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禽流感，加上天气真冷，鸡卵的产量大大来减少。本地已经协调好势，鸡卵每台斤要来起3块，但是特产会煞伫个公告后的2点钟内，向话停讲袂起咯，引起着蛋农的反弹。讲农委会农务部敢若会晓压制卵价，卖互伊起价，互因承受着真大成本的压力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再起来回应，讲农委会并无来介入着价销的协调，这个鸡卵的价销要定偌济，拢是由饲鸡协会甲相关的单位来讨论。农委会是尊重市场的机制。欧巴桑妈妈市场买菜买一粒卵，紧啊紧，佮扛动去，因为鸡卵真正有够贵。禽流感继续咧传，佮加上寒流这暖，含老家母当日换毛，欠卵的情形比过年前较严重。就算农委会10公斤饲料降0.5块，鸡卵嘛是共款真少。佮饲料工会早早在市场都会开会，都说好了，一个钟头前说涨3块，一个钟前后，就只有思维一句话，稳定这蛋价。3块就不涨了，没有所谓的在群组要涨3块，农委会就所谓的阻挡这一件事情。我想价格机制的运作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。讲要互价销透明，不过鸡卵起价，煞个雄雄讲袂起啊！本来特产会鸡笼卵商3号才确定起价，5号嘛发出公告，鸡卵刚开始产地含配合价销10公斤拢起3块，想到过无到2点钟，真就个变讲袂起啊！互卵农真侪积极。2月下旬之后，我们的产量恢复的时候，只要产蛋率增加到70%以上，我们农民的利润一定会维持住。在几个月前，不是有媒体说我只站在蛋农的角度，而不站在消费的角度吗？我怎么可能现在突然说，我是站在消费者角度？他说市场机制根本都不是这样啊，涨就3块就好。今天如果协调不好，我们就开始筹备了。饲鸡的人真正挡袂掉啊！这号农委会两商两农3边做位讨论，会继续提出调起3块的诉求，若是无成，都可能会上别抗议来捍卫家己的利益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